今日囡仔无咱今日当一个所在，所以老爸是咱的天，老母是咱的地。老母甲咱养有钱分，咱今日哪有伫这个世间？所以呢，我常来讲一句话，过去咱前辈才讲讲，孝顺完成是孝顺子，五业完成是五义，不是但花言滴水，点点滴滴不差。不要开玩笑，不要拿这个开玩笑。所以呢，今日咱有老母伫咧，即后老母伫咧的人，今日爱好好啊。人生咱进步成就有的，这有真的。哦，破将三思不能贪啊！世间有三种的钱袂使贪钱，然后第一种钱就是读书学艺钱，你首先袂使贪。囡仔时阵该读书去读书，该学艺你去学艺。而囡仔当中要学艺，你无学，时间过就无呀，没有办法重来。有一天，阮后生。